觀光署公布，今年1月到4月來台灣的外國客是299萬人次，或者預估今年規年的觀光客大概是900萬人次，正歹破1000萬。也若是咱台灣人出國，目前是已經比舊年的同期增加2成，去日本的有關上濟。超過1000名鯉魚旗佇七彩公園、新北投捷運站4塊飛飄揚，也有大型的鯉魚從佇客運油街停落來翕相。台北市北投區的夏日節即日舉行，結合市集表演等活動，也吸引不少國際觀光客。It's so good, yes, and the city is pretty well. Yes, so beautiful. So how many beautiful places? I want to drink nice coffee, and Taiwan has a lot of nice cafes. 觀光署統計數據顯示，今年1到4月來台的國際旅客有299萬人次，比去年同期成長大約3.8%，主要客源是日本市場有10萬多人。學者倆算以這個成長速度，今年來台觀光客上看900萬人次，1到4月出國旅遊人次比去年同期加19%，倆算今年出國人次可能來到2100萬人次，出入境逆差繼續擴大。我們疫情前是將近1200萬了哈，大概是落差大概還有300萬。那300萬裡面，中科大概影響200萬。那日本市場日韓市場有減少一些，也許也影響了100萬，這大概是主要的一個問題。去年國際旅客來台總計857萬人次，今年遊玩無法度突破7萬，學者建議政府定期宣布調整機場服務費，就會當將計出來的收益，摕來打造觀光重點設施，提升旅遊市場品質。觀光署指出，在旅客量漸漸回穩的基礎上，國際觀光的觀察無過只是人次規模，而是關注形成實際帶來的消費甲停留天數。記者綜合報道。